何宗教或者係世俗嘅儀式，但係你哋喺本人同埋在座咁多位親戚朋友面前公開以對方作為配偶，並且簽紙為證咧，就會正式成為合法嘅夫妻㗎啦。你明白啊？明白。好，仲有冇另外一支咪可以俾我哋一對新人啊？好，首先問下新郎哥咯喎，問下 Hugo 先咯喎。李俊豪先生，你是否願意娶劉慧思小姐作為你嘅妻子呢？我願意。俾啲掌聲新郎哥啦！咁我跟住咧有請 Hugo 咧係讀出你嘅誓詞嘅。嗱，讀嘅時候為咗微微地咁向住我哋新娘子嚇。我請在場各位見證，我李俊豪願意娶你劉慧思為我合法妻子。我承諾。要一生一世相親相愛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信賴，互相扶持，甘苦與共，福樂共享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跟住咧係啦，跟住要問我哋靚靚新娘子咯喎。劉慧思小姐，你是否願意嫁李俊豪先生作為你嘅丈夫呢？可以。俾啲掌聲新娘子。咁跟住咧有請新娘子咧係讀出你嘅誓詞啦。我請在場各位見證，我劉慧思願意嫁你李俊豪為我合法丈夫。我承諾願你一生一世相親相愛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信賴，互相扶持，甘苦與共，福樂共享。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咁跟住咧就係要為 Hugo 同埋 Tiffany 咧係交換結婚戒指啦。咁咧就當你哋交換咗結婚戒指之後咧，就係代表咧你哋承諾咧係會永遠忠於你哋嘅婚姻，同埋咧係會永遠忠於對方嘅。咁首先咧，個戒指抌喺後面。